寒灵界曾经的第一炼剑宗门啊，可惜衰落了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白嫖把剑。哦，正事要紧，正事要紧。有人吗？我是来退婚的。这小子是谁？这金光，好雄厚的灵力啊！这是天阶法相龙虎交汇，神剑啊！不对，铸剑老掌门飞升后，铸剑门都被逐出炼剑联盟了。这里的人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炼剑水平？这一定是错觉，先试探一番。剑完成了，卖剑哪有卖药挣钱？马上我就能攒个老婆本，去提亲了。玄逸师傅飞升前都说了，只要我生孩子，继承铸剑门，他就在天上接应我，让我飞升成仙。就靠你了，小子要小心了！你谁啊？别在我家门口碰瓷啊！这剑丸的一丝余味，便将我半身修为都废了。这家伙到底是谁呀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讹人可是犯法的啊！啊？讹人？没有，自己摔倒的。你看我一点事都没有啊！你好啊！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叫洛红月，是无上真人的弟子，楚镇的未婚妻，洛轩的小姑。啊，这么绕！无上真人的弟子的未婚妻的小姑。我想了这么久的老婆，没想到你就来了。小姑，这边请。走。没啥东西招待，小姑将就一下。这是一颗就能顶一甲子修为的无上仙果，这也叫将就？我操，这家底有点过分丰厚了。那个小姑啊，洛轩啥时候来啊？我啥时候才能跟他结婚生子啊？这个，楚镇，那个过气剑门的废物，他怎么配得上我吗？这婚必须得退。小姑，你先替我去一趟，我稍后就到。你与洛轩的婚事可能……楚镇，我修炼3000年，乃圣级神手，你敢吃我？小姑，你说结婚的事情可能什么？可能？我刚刚有说可能吗？可能啊，可能要加快完婚。我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撮合你和洛轩，加快完婚。真的？太好了！要不明天怎么样？明天？好啊，没问题的。啊，吓死我了！单手杀圣级凤凰，这实力恐怖如斯啊！洛轩推这种大佬的婚。楚镇，洛轩，你就是我的未婚妻洛轩啊！未婚妻这个称呼你也配？你就是楚镇，果然一看就是个废物。你与本公主乃是天差地别，不想死的话，赶紧退婚。完了，这不是小姑，你不是说明天结婚的吗？这退婚？楚先生，你听错了，是赶紧完婚。对，洛轩说的是不想死的话就赶紧完婚。楚先生修为惊天，乃绝世高人，快道歉。我绝世高人？就他？夏儿，你小姑还挺幽默的。洛红月，枉我那么相信你，你居然骗我嫁给这个废物！还什么绝世高人，修为惊天，你当我傻吗？我没骗你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够了，实话告诉你，轩儿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不可能再嫁给其他人。怀孕了？是又怎么样？
我告诉你，今日本公主来不仅是要退婚，还要让你向所有人承认你是个废物，配不上我洛轩，自请退婚。啊！完了完了，你给我大佬动怒了，还让我自请退婚？必须要想办法。嚯！我还从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！你这个废物居然敢骂我，你找死！洛轩，够了！大佬，你可千万别生气，他不嫁，我嫁。什么？你？洛红月，我不要的垃圾，你也追着捡？得罪楚大佬，你想让长父王朝灭门吗？大佬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不行，小姑，你大了我1倍，咱俩不太合适吧？你嫌弃我？当然不是，我年龄大有什么？女大3，抱金砖，年龄大呀，会疼人。可是你不止大了我3岁。女大3千，位列仙班。小姑，你确实是个美女，而且都说屁股大好生养，小姑这身材也蛮好生，看起来生孩子更快呀。行，答应了，反正这顶绿帽我也不想要。红月，我们成亲。太好了，洛轩，今天不是你退我的婚，而是我休了你。妄想当我姑父，还敢休我？就凭你！轩儿，莫要动怒。3日后便是炼剑大会，小子敢不敢赌一赌？是那个炼气联盟举办的大会？没错，如果炼剑大会上你连下品真妖剑都练不出来，那你就公开承认是你楚真是个废物，配不上我洛轩，然后自请退婚。炼剑，我还没怕过谁。还是个只会说大话的废物。果然，我看不上你是对的。你们铸剑门不是早就因为炼剑水平太差，被逐出炼气联盟了吗？就你还炼剑，区炼气联盟。那炼剑大会可不简单，每100年举办一次，欲练传闻中的圣品镇妖剑，那剑奇难无比，万年来都无人成功。圣品他也配？只是让他练下品镇妖剑而已。怎么怕了？只是下品，你这赌约也太小了。要拿我就拿第1，而且我赢了，我要当场休你。你不仅得给我跪下，一边学狗叫，一边还得给你红月小姑出嫁上马车时当脚凳。哎，大佬，你可千万别冲动。你敢？就凭你还想拿第1？哼，绝无可能。哼，信不信随你了。如果练不出来，我自裁就行了。哎，硬了，反正他赢不了。好，那3日后我看你怎么死。周哥哥，走。哼，楚先生，您刚才那么信誓旦旦，是不是很有把握啊？这镇妖剑可与一般剑不同，是炼剑联盟从不外传的秘剑，出错率巨高无比。您平时是不是经常练剑，很有心得啊？没有啊，我头一次听说这种剑啊！您没练过呀？您刚刚练剑嘛，不是有手就行吗？可练剑讲究的是经验，就算您是炼剑大佬，但从没练过的剑也不可能拿第1呀。再何况他们2个可都是天才，在联盟里练习过无数次镇妖剑，您就更悬了呀！哎呀，悬什么悬？不说他们了，这就走。小姑，红月啊，咱们先去洞房啊！早点生娃，早点成仙。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不行啊！炼剑大赛结束之后，我便要去道一圣地拜师，争夺圣女之位。若不是因此不好公然退婚，我早就宰了楚镇了。别急，楚镇根本不可能赢。曾经气圣第1次练镇妖剑都炸了炉，就凭楚镇还想1次成功？等他在炼气大会丢了脸面，就以他的命为轩儿铺路。相公说去找炼剑材料，怎么还没回来？他会不会自信过头了？不行，他已经是我相公了，我洛红月的男人，绝不能在炼剑大会上丢人。中品镇妖剑，以往3届炼剑大会，中品足以夺冠了。看来此次冠军必是周太子了。就是。哼，
上品。轩儿，你的练习造诣又进步了。好，自上任盟主飞升后，韩陵再无人练出上品镇妖剑。洛公主真是天才呀！上品太厉害了，此次冠军必是洛公主啊！必是洛公主啊！我去，他们也太厉害了吧！上品，完了，我男人要自裁谢罪了，不行，我得想法子了。楚真的废物呢？肯定是跑了，不过来不来结果都一样，都是输。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等我抓到他，定叫他生不如死。看来可以宣布结果了。慢着，还有人没练呢。谁？你该不会说是楚真？别说他不敢来，就算来了，也是必输。就是，我可是练出了上品镇妖剑的天才，楚真的废物，根本就配不上我，他也不可能赢，这是怕他不敢来了。罗轩，我相公不来对你们才是好事啊！他要是生气了，你们都得完蛋。你该不会是想说，他一来我们就会输吧？别在这里当跳梁小丑了，我看你就是想替他出头。得再跟相公争取点时间，只能我上了。没错，我就是要替他出头。就凭你，我这可是上品镇妖剑，再往上那可就是极品和圣品，万古未闻。洛红月，你也配和我比？洛红月，没想到你为了楚真这个废物，竟然自愿上来丢人现眼啊！我丢人现眼，总好过相公上来丢人现眼。灵活错误，处理材料的手法也稀烂，这把剑连下品都达不到。笑死我了！洛红月，这就是你练的剑吗？真是笑死人了！不行，相公还没来，得再拖延一点时间。技法，洛红月真是疯了！为了个无名小子，竟然燃烧寿元以血祭剑！成了！洛红月，你这练的是剑还是烧火棍呢？让你练剑浪费材料。相公，是我太没用了。洛红月，楚真的废物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这么心甘情愿上来送死？说吧，他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关你什么事？你这意思就是不想说了？好。看来你是真的把这个废物当相公了。今日我就大义灭亲，当着众人之面废了你。倒是要看看你心爱的相公会不会出现。楚真，你这个废物，今日我就要废了他，看你是不是还要当缩头乌龟。相公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弱了，没能争取更多时间。废我老婆，找死！那一把破剑竟然抵挡住了上品镇妖剑的威压，怎么可能？楚真，楚真，他何时变得这么厉害？红月，你没事吧？相公，你果然好厉害，是我没用，连下品镇妖剑都没练出来，还被人废了丹田，我恐怕活不久了。没事儿，如果只是丹田的话，我有办法的。
来，用我的剑丸。蠢货，落红月丹田破碎，剑丸可是杀伐之物，还想把它治好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真是白痴一个！我的剑丸可化剑气，治疗伤势，等红月伤势恢复，就是找你们算账的时候。这怎么可能？丹田破碎，就算是渡劫气大修士，也回天乏术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做到的？你不配知道，竟敢把红月伤成这样，你须死！炼剑大会乃是修真界的传统盛会，在这儿闹事儿，死的是你才对。不知者无畏，他落红月伤成那样，是他无能，咎由自取罢了。没错，此事到此为止。小子，你退去吧。退去？哼，绝对不可能！你针对洛轩的事，等大会结束后再说。扰乱大会，就是和整个修仙界为敌。大会结束？大会什么时候能结束？要么3日之后，要么是练出圣品镇妖剑的时候。3日，时间太长了。至于圣品镇妖剑，手到擒来。手到擒来，这圣品镇妖剑可是万年未出。万年？那是因为你们都是废物。今天就让你们长长见识。楚震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装模作样。相公，你真的会练剑？红月，看好了，各位垃圾，睁开你们的狗眼，看清楚！通天彻地，这是圣品的意象啊！圣品？盟主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不会有错，这气势，这意象，绝对是圣品啊！楚震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练得出圣品神妖剑呢？一定是他耍的手段。闭嘴！这老夫狗眼看人低了，没想到潘灵界还有如此练剑大师，请楚先生受老夫一拜。请楚先生受一拜。既然如此，今日大会取消。现在想好怎么死吗？楚震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灭了你！你敢滚！楚震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周哥的叔爷乃是道一圣地太上长老，实力比圣主还强，我马上拜入他的名下。你若敢伤我一根汗毛，你跟洛红月都得死。道一圣地太上长老，什么垃圾！太上长老，救我！小子，你很狂啊！本座正在闭关，今日人本座带走了，待本座出关，你就等着受死吧！道一圣地底蕴强盛，历代都有人飞升成仙，留下强大的仙宝，非常厉害。厉害？那再厉害又能怎么样？也不能从我手上抢人啊！既然如此，红月，那咱们就亲自去瞧瞧。师傅，入门大典准备的如何了？一切妥当。自薰儿怀孕之后，她的天赋猛涨。等入门大典过后，你便是洛圣女了。那是自然。楚真那个废物居然敢侮辱我，等我当上圣女之后，我必将他碎尸万段。楚震那废物的修为，貌似很高强，万一……不过是靠法器之力罢了。你们修为太低，被他蒙蔽了。我已窥探过他的天赋，资质平平，还不如洛轩的1/1000。相公，今天是圣地的入门大典，3大长老都在那边。走，进去看看。望古梯2阶，不合格。
万古梯3阶，可为杂役弟子。万古梯一共1万阶，每走一阶都需要往上加1倍天赋。不过，只要走到这3阶之上，前辈们留在上面的意志就有几率显灵。不止显灵，还能传法。若是能走到第9阶，还能让祖师爷传法。第9阶就是初代祖师啊。那更后面呢？这万古梯可是有1万阶。连第1阶都上不去的废物，还想着上去？楚正，我本来想当上圣女后再去杀你，没想到你真敢送上门来。什么我送上门来？明明是你输了就跑，无耻！羞辱我！我看你们是找死！扰乱入门大典和万古梯，按门规当处死。不就是个破梯子吗？有脚不就行吗？果然是没有见识的乡野村夫。万古梯可是仙界传下来的至宝，像你这种废物，恐怕连1阶都上不去吧？你别小看我相公，他肯定能上10阶。10阶？你知道10阶意味着什么吗？10万年来，无一人可登上10阶，就凭这废物的天赋，你是在搞笑吗？天赋？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天赋呢，正好试试。啊，相公，你没测过天赋啊？我本以为你修为这么强，天赋一定很好，现在看来10阶好像有点夸张。区10阶而已，还没我个儿高呢，小意思。入门大典，何人喧哗？哼！长老，就是他，不仅扰乱大典，而且还扬言说要登上万古梯第10阶呢。10阶？就凭你？难道你很有天赋？这天赋……他有个屁的天赋，不过是稍微会点炼界的废物罢了。3位长老，楚镇擅闯圣地，按圣地门规，当除去修为，洗掉记忆，再逐出门外。什么破地方，还有这种规矩？相公，这还真有，还真有这种破规矩啊！那以后就给我废了。你这种废物也敢质疑圣地门规？既然这废物这么嚣张，说自己很有天赋，行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。你若是能到万古梯上走得比我高，我当场倒立吃屎。又来？你上次说了赌约，你还没解除婚约，然后跪地学狗叫呢。上次分明是他作弊，是他卑鄙无耻，我根本就没有说。若真想了结此事，那就跟我在万古梯上一较高下。怎么，难不成你们不敢？有何不可？好，那我先来。楚镇，这会是你这个废物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。是吗？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就凭你也想赢轩啊？他可是天灵根，最低都能登上第6阶，而你，切，不过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人罢了，连靠近万古梯都难。楚镇，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！哼！看见了吗？这才是天才，不愧是天灵根呐！这才到哪儿？继续看着。这第7阶，这是3代祖师传法，这是道一秘术，祖师的毕生心血，得之者可横跨3境杀敌呀！轩儿，干得好！居然有幸得到了道一秘术，以后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了。哼，废物，看到了吗？赶紧认输吧！这才第7阶而已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我相公只会更强。哼，就凭他，
7阶已有圣主之姿，这小子没机会了。怎么就没机会了？就这不是普通梯子吗？这个废物居然能上第3阶，这不可能！他肯定又是作弊。有种你继续往前，3阶之后没有组织之灵监督，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用外物作弊，到此为止了。哼，是吗？7阶，这怎么可能？祖师显灵，他也能得祖师传法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绝对哪里有问题？祖师不可能看上他的。真是祖师秘法，难不成他也有幸得到道一秘法？相公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祖师不可能把秘法传给他，这个废物，他根本不配。哎，好像确实不是传法，更像是跪求前辈指点小弟功法。我操！祖师下跪！指点功法，我听错了吗？楚镇，他怎么配啊？指点祖师功法，这是莫大的荣幸啊！还犹豫什么？赶紧答应啊！指点功夫，不干！什么？真是不识好歹呀！楚镇，你竟敢拒绝祖师！跪求前辈指点功法。这出事了，又来！这初代祖师的飞仙术已是天下无敌，竟然要求楚镇指点，是我眼瞎了吧？相公，你太帅了！怎么会这样？现在我赢了，这时定了。你，接下来就让你看看到底能走多远。还敢往上走？你疯了！第9阶已经史无前例，再往前一步可是会粉身碎骨的呀！第10阶万古无人，你这废物简直痴心妄想！好啊，接下来我就给你上课。楚镇，这是我的幻觉吗？啊，这不是千年前飞升的红道子和赤云子吗？简单，太简单了。相公，你真是天资绝世呀！这每上一层天赋，他可是要翻倍的。楚镇，他走的也太轻松了。他的天赋究竟有多恐怖？这也太假了吧！这万古梯不会是坏了吧？10000阶，这要是一次性能上几阶，那得多好啊！横跨100阶，这是人！真仙之姿，真仙之姿啊！有点意思，再快点！这么多仙人，竟然都想给楚镇施法！那个是赤霞金仙呐，他的实力远超普通仙人之上啊！
这万古梯也太轻松了吧！我这就登顶了。登顶啊！竟然有人能登顶啊！三长老，三长老，最后那几剑是不是先帝的虚影？绝对是！我见过玄先帝的画像，他可是统一仙界100万年呀！楚真到底是什么资质？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世界疯了？请前辈指点功法。请前辈指点功法。我看到了什么？三长老，三长老。看来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天赋的嘛。香哥，你太帅了。刚才这都是我的幻觉吗？先帝之资，先帝之资呀！请人一定要加入我道一圣地啊！哎，楚真，我刚才说话声音太大了，要不然我给你道歉。你要还觉得不解气，扇我几巴掌都行。真的。哎呀，爽！楚真，你竟然敢打长老，你这大逆不道之徒！哎，什么叫大逆不道？这叫心性直率。是啊，等楚真以后成了先帝，老夫也是被先帝打过的人呐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总之，以后楚真说什么都是对的。我宣布，今日起，楚真就任道一圣子。好，什么？楚真这个我不要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成为圣子呢？不要我，错，是我不要你。我今天不仅要休了你，你还得给我跪下学狗叫。你敢？背后可是长风王朝，你就不怕遭报复吗？哦，你已经被逐出长风王朝了。什么？这是皇主神令，你自己听吧。大逆不道！今日起废掉洛轩的公主之位，逐出长风王朝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无家可归了。宣府书，休妻，放肆！师傅，你终于来了！这小子靠作弊登顶了万古梯，而且骗了所有人，更是还百般欺辱徒儿。师傅，要替我们做主啊！登顶？你的天赋，老夫之前竟然看走眼了。神光透体，举世无双，我从未见过，甚至是从未听说过世间还有你这种天才啊！还真的是。只可惜呀，虽然天赋奇绝，但你的丹田一片混沌，不可修炼，一辈子都只能是个凡人。啊！丹田真是一片混沌。我就知道，原来还是那个废物。不过是个假天才，在这虚张声势。楚真，你完了。洛轩，你以天灵根登上第7阶，也出乎我的意料。你很可能具备某种强大的体质。真的吗？请长老解惑。怀孕圣体？啊，我啊？什么怀孕圣体啊？这名字这么邪门。洛轩怀上谁的孩子，便能得到那个人的资质加持。经纬，你是第7阶的天才，他怀上你的孩子，变成了第7阶。原来如此，世间竟还有如此奇特的体质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呀。我倒有个问题啊，楚真乃震古烁今的天才，如果是他让洛轩怀孕，那洛轩是不是就拥有楚真的资质呀？当然可以，而且洛轩并不会受到楚真丹田的拖累。我已被逐出长风王朝，没了靠山，成仙是我唯一的出路。
可就算是金仙之子，想要修炼成仙，最少也得要100年。一次怀胎只有10个月。洛轩要想修炼成仙，必须要为楚镇生120个孩子。什么？啊？这我愿意。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，如此甚好啊！哈哈哈哈！喂，你们问过我的意见吗？我是来休妻的，我不是来给他配种的。反正我是不会给你退婚的。周哥哥，你也帮我劝劝他，等我成了金仙，我给你生130个孩子，好不好？你太过分了！楚镇，你敢抢我的女人，要你死！喂，你这么激动干啥？我相公都说了不会帮他配种。我绝对不允许轩儿有其他男人。轩儿注意动你，你就注定难逃一死了。你神经啊！管好你的人，这是我相公。周经纬，慎言！楚镇如今已是道一圣地之人，同门之间禁止私下争斗，你敢违背门规？知道，但是门规并未禁止，生死还决斗。他竟然有生死决斗，这可别这样。等生死台，生死勿论。周经纬，你可是认真的？绝不反悔。不枉我一番挑拨，等经纬杀了他，老夫就用魔道功法炼化他的尸体，夺取他的天赋。有这等天资在，何愁不能成仙呢？不是，谁要跟你上生死台呀？你赶紧给我退婚，别让这个脑残来烦我。楚镇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。滚！看见你就恶心。既然你不从，那就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。生死台决斗，你若赢了，我就把婚书还给你；可你若输了，120个孩子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周哥哥，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帮你。这废物3番4次挑衅我，不如就趁这次生死台机会，将这个天才彻底灭上，永绝后患。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人能有我的地位。莫非是怕？怕？我当然怕了。120个孩子，谁不怕呀？母猪都没得高产。周经纬，楚镇确实不是你的对手，但你也不能这么冲动。不行，楚镇没有修为，就算有法器，那也不是周经纬的对手。这要是上了生死台，必死无疑。我不同意。周哥哥，你千万别伤到他的命根，不然我就怀不了孕了。好，帮你。因为伤他只剩下命运。呸！变态！正是向你提出生死台决斗。这生死决斗我接了。红月，没关系的，马上我还有法器。这生死战谁接谁上。相公，对付这种小虫子，我一个人足矣。好，那登生死台。红月，加油！周经纬，你3番2次对我相公不敬，今天你就留在这生死台吧。洛红月，你以为你吃定我了吗？去死吧！什么？这是剑符，这是经纬拜师时我赐予他的护法保命之物，他这就用了。洛红月，今日你必死！哟！
决斗不能终止呀！宗门规矩大于天，就算我等是长老，也不能干涉生死台决斗。楚震，怎么样啊？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你面前像条狗一样，这滋味不好受啊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我让你一次性尝个够。相公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。闭嘴！楚震，反正你上来也是死，你就在下面好好看着，我是怎么把骆红月一刀活剐了，你就好好在下面个缩头乌龟吧！给我死！谁敢？什么破规矩？我只知道，我的规矩才是规矩。楚震，你糊涂啊！完了完了，这种天才也要死在生死台上了。红月，你没事吧？多谢相公相救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上了生死台，谁都救不了你。祭剑！赤龙剑，承载着一个王朝气运的仙器，此剑一出，可斩神。糟了，糟了呀！糟了，他这是要让楚震粉身碎骨啊！军委，太强了！难道这才是楚震真正的实力？快把他扶起来！军委，军委，这楚震究竟是什么人，竟如此恐怖？什么？楚震刚刚一击的气势，竟足以比拟渡劫期的大修士。他不是不能修炼的凡人吗？谁说我相公是凡人呢？他早已功参造化，返璞归真，普通人当然看不出来。看来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呐！楚震，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不就是场比试，你竟然把周哥哥打成重伤！哎呀，我倒是差点把你给忘了，赶紧把婚书交出来，退婚！楚震，我承认我之前是有那么点过分，我向你道歉，你别退婚了好不好？我还要为你生孩子呢。呸！谁要给你生孩子？陆轩，你少胡搅蛮缠，快把婚书还回来！陆红月，都怪你，是你抢了我男人。怪我？陆轩，你怎么不好好想想，当初是谁一直坚持退婚，还3番5次的为难我相公？我反悔了还不行吗？楚震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其实我很爱你。哼，爱我？你是爱成仙吧？少来恶心我！赶紧把婚书还给我！楚震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我都跟你道歉了。现在我们抛开这一切，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和你重新开始？陆轩，你忘了你对我喊打喊杀的时候？楚震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怎么惩罚我都行啊！以后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，我会好好伺候你的。给我滚远点！楚震，你冷静一点，休了我，你后悔就晚了。哼，后悔？我楚震从不后悔。哼！不，让我来，仙儿，不要找他。原来是场梦啊！唉，你的丹田已被重创，自此以后，你的修为会日渐衰退。什么？我被废了，都是楚震这个废物！师傅，他作弊了，你们都被他骗了呀！什么？他楚震那个废物，凭什么杀我？都是因为赤龙剑！我刚刚能明显的感觉到，那把赤龙剑太久没人用，它已经被废了。我之所以受伤，是因为赤龙剑的反噬，跟他楚震半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原来如此。
楚震，你这个废物居然敢休了我！我要让你死！师父，我不甘啊！师父，你一定要帮我报仇，我要他死！师父，你一定要帮我！百年一次的黑土老仙秘境即将开放，陆红月在生死台上重伤，根基毁损，想要彻底修复，必须要去秘境。他若敢去，就是他的死期。到时候，为师自会出手。多谢师父，有师父出手，那废物一定死定了。到时候，我要号令我龙图王朝的所有势力，将这个废物千刀万剐。周哥哥，我也来帮你。魔道弟子们会从魔门的入口进入秘境，将楚震的尸体替我收回来。楚震，你的天赋，老夫志在必得。红月，快吃了丹药。没用的小狗，我在生死台上受的是本源之伤。只有仙人秘境中的药日仙草药能治好。秘境？那我们现在就去。5万年前，黑土老仙降临盘岭界，留下传承秘境，福泽后世。如今传承秘境已经开启。完了！听说这黑土老仙的秘境可邪门了，盘岭界10大诡异秘境排行榜都把这个秘境列为第1，太凶险了！畏畏缩缩，成何体统？黑土老仙秘境只是怪异了点而已，并不危险。而且其内有老仙毕生积攒下来的宝物，谁得到便可一飞冲天。还不赶紧排队入内！楚震，秘境凶险，你一个只会靠外物的废物，小心点，别死在里面。这就是黑土老仙的秘境啊！闯过3关，综合试炼得分最高者，便可得本仙传承。试炼途中大喊“黑土老仙天下第1帅”，便可他被传送出去了，便可脱离危险，离开秘境。楚震，没想到你还敢前来送死！原来你就是楚震，在秘境里遇到我，你必死无疑。大人要杀之人，竟然是个废物，看来这次任务很轻松。不是，你们又是谁啊？你们不配知道。楚震，看来你还招惹了别的仇敌，这次你死定了！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好，那我便要看看那把破剑能护你多久。第1关试炼开始。第1关，大道仙宗外门6长老今日开始应聘，你们需要在面试中打动长老，让他真心留下你。6长老留人的想法越强烈，得分越高。什么？仙界的顶级势力大道仙宗？就算是这等传说中的势力，天灵根也不会太多。以我天灵根之上的资质，一定能通过试炼。仙儿，以我们的资质，完全可以。不像某些废物，空有资质但没法修炼，他是第1个被淘汰的。哼。6长老，请问我可以留下吗？不行，不行。为什么？我可是天灵根。我们这儿招的是杂役，不是徒弟，不看天赋。你都怀孕了，能干啥呀？我还得给你产假。去，生完孩子再来。什么？我洛轩0分。让开吧你！招杂役又如何？若是能进入传说中的大道仙宗，就算当个杂役，我也愿意。不错，态度可嘉。外面就是仙家方式，你先去看看今天有没有卖鲜瓜的。鲜瓜，好。有。多少钱1斤啊？
我去问问。30一斤，质量如何？新不新鲜呀？新鲜，上面还挂着露珠呢。很好，你被淘汰了。什么？老子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，现在你告诉我被淘汰了，你耍我呢？问个咸瓜都要跑这么多趟，一看你脑子就不好使。我们仙宗收的是杂役，不收蠢猪。明明是你一次没问清楚。哎，血魔，冷静一点。那位长老可是仙宗之人，实力恐怖，你对他不敬，就是在找死。你说的对。长老，他功法特殊，能化翻千万血神子分身，每一个都能干活。这杂役的身份，真的？真的？倒是天生的牛马圣体呀！很好，你通过了。血魔子30分。这考验也太随意了吧！看来第一关考验的是细心，只要能找到诀窍，很简单就能通关。长老，我也要应聘杂役。很好，你出去看看外面有没有卖仙菊的。是，长老。喂，长老，集市上有卖柿子的，一共100斤，5文钱一斤。柿子很新鲜，质量也很好，要是多买的话，还能便宜到4文钱一斤呢。那您看，这是我带回来的柿子样品。很好，能举一反三，你通过了。落红月60分。这怎么才60分啊？相公，这可是新人的测试，能得60分已经很厉害了。这才是刚及格呀！难不成这里边还有其他诀窍？就算有，也是你个废物能探索的。长老，我也来试试。你去看看有没有卖仙米的。是，长老。楚正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那你去折腾啊，越折腾分数越低才好。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。长老，外面各有3家卖仙米的，5文钱一斤，共100斤。若是砍价格，可以砍到3文，味道我替你尝了，口感甚佳呀。通过。周经纬60分。就剩你了，赶紧来。废物，别耽误时间，大家都等着你。我们这么多高手，都只得60，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，难道还能比我们高不成？拿个60分还不知足，能跟经纬哥哥分数一样，你该感到庆幸。住口！你们不行，不代表相公做不到。就是，我已经找到了让6长老拼命留下我的方法。就凭你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，得分要是比60高，老子就跪下给你磕头。你去看看有没有卖灵鸡蛋的。是，长老。长老，有卖灵鸡蛋的。然后呢？什么然后？价格呀，新不新鲜？哼，你刚刚不是没问价格吗？果然是个废物，照着答案抄都能抄错。脑残，还说要拼命留下，做梦呢！哼，连模仿都不会，一看就是个弱智，淘汰。楚正，这就是你得高分的技巧吗？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相公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个老东西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问话一次性不问全，我看你就是最大的弱智。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惹怒仙宗长老！楚震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死！小子，你今天闭嘴吧！你个老不死的！你他妈给我站住！6长老强烈想留下楚震，楚震得分。该死，他居然惹怒6长老，别把我们也迁怒了呀！他死定了。 6长老强烈想留下楚震，楚震得分满分100分。第1关试炼结束。这什么？还能这样？他不是惹怒了6长老？6长老刚才还要宰了他呢！快把6长老送出来啊！这是什么狗屁试炼？
我乃天灵根，又有周哥哥的资质加持，却只能得0分。他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，居然能得100分，我不服！这就叫做智慧，天纵之姿的智慧，是你这个疯女人想学也学不会的。你，相公，你太厉害了，连仙人的试炼都能随意得满分。楚镇100分第一，骆红月60分，周经纬60分，血魔子30分，洛轩0分。第一关结束，根据得分发放奖励。第一关就有奖励，这么好。洛轩0分，无奖励，这不公平。血魔子30分，奖励青铜传承令。周经纬60分，奖励黄金传承令。骆红月60分，奖励黄金传承令。这传承令有什么用啊？难道是等到第3关过了才能知道？楚镇100分，奖励黑土老仙至臻盲盒1份。黑土老仙的宝盒代表什么？这难道是仙人传承？楚镇，本太子命令你赶紧打开！我呸！你做梦！我偷偷看我也不会给你看。你什么你？你想挨揍是吗？你给我等着，后面还有2关，别让我找机会。红月，咱们走。这个是什么？相公，这里面还有一张纸条。特等奖，英俊潇洒帅气的黑土老仙手办，全仙界限量1座，蕴含老仙的一丝仙威，少年女赚大。就这样，帅个屁！这黑土老仙他也太自恋了，我呸！蕴含老仙的仙威，相公，这有可能就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。如果真是钥匙，那还是可以的。你们2个嘀咕够了没有？还不赶紧把箱子里的东西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出手无情。你还敢对我相公出手？你找死啊！哎，我就问问刚才是不是你说的，只要我高于60分，你就给我磕头啊？磕头？老子可是魔教中人，你岂是见过魔教中人说话算数的呀？啊！你还真是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呀！休息时间结束，第2关考验开始。花盆中有荒古奇种龙血米，受考验者有10天时间将其种出。花盆中的龙血米长得越多越茁壮，得分越高。此关不允许攻击他人，更禁止破坏他人龙血米。龙血米，荒古奇种龙血米，听说常年服用可以强身健体，更能孕育出一丝龙威，可修炼龙族功法。不过这东西不就早就灭绝了吗？这黑土老仙的狗屁试炼虽然胡来，但这秘境里的好东西可真不少。这东西好种吗？好种啊，相公。龙血米只是因为不适应环境才灭绝的，可你看，这儿种了这么多龙血米，那就说明这种灵芝可以生长。哎呀，这就奇怪了，这第1关考验的是胆子，难道这第2关考验种地啊？哈哈，这黑土老仙呀，不会是种地发家的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此关的头名必定是本太子。那可未必，种植龙血米讲究的是聚灵术和行云布雨术的配合。论法术造诣，我未必输给你。就算你法力高强，又能如何？祸人多呀！没错，我们都是龙图王朝之人，会帮周太子释放法术，照亮灵芝。我们这么多人，日夜不停为太子的龙血米聚集灵气，你们还想赢？识相的，赶紧认输吧，趁早滚出去，没准啊还能保住一条小命。你们无耻！哎，就是无耻！你能拿我怎么样了？这考验只说不让破坏别人的龙血米，没说不让别人帮忙照顾龙血米。魔教所有人，全力助我的龙血米聚集灵气，加速成长。是大人。你们赶紧过来为我和轩儿聚灵。是。
道了吧？楚震，我身为太子，身份尊贵，一言令下便有无数人为我服务，这是你这种贱民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待遇。就是啊，别以为在第一关靠着歪门邪道侥幸夺了个第一就能得意了。种植龙血米需要灵气，而你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根本就没有。这一关你必点题。这话我都听腻了，你还是担心好你自己啊！这你这废物就继续怎么样？我看10天之后还笑不笑得出来？为什么都第5天了，这龙血米连发芽都不发芽？就是，明明每天都有灵雨浇灌，用灵气温养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一定是你们偷懒了，给我加大灵气供应。明天我和毒魔女的龙血米还没发芽，我叫你们死！红月，还没发芽吗？没有。怎么种都不发芽呀？我操！这他妈是被蒸熟的种子，这谁能种出来？呸！狗日的黑头老仙，也太淫了！香果，这种子怎么了？这种子他妈是熟的！什么？这种子是熟的？那咱们怎么办？我就说这第2关没那么简单。如果说这第1关考验的是胆量，那么这第2关，这样，我知道了。这样能行吗？听我的，没毛病。现在开始验收龙血米。你给我们的种子根本就种不出来，你敢骗我？周经纬未种出龙血米，0分。你，周哥哥，冷静，这里可是秘境。我是在龙图王朝，我定饶不了你。秘境之灵大人，我其实种出了龙血米，只是后来它又不小心枯萎了。洛轩种出龙血米后枯萎，60分。什么？轩，你什么时候种出的龙血米？我其实是骗他的，我根本没有种出来。啊！果然这个是口儿撒谎啊！秘境之灵大人，其实我也种出了龙血米，一不小心也枯萎了。张三种出龙血米后枯萎，60分。什么？撒谎也行？早知道我该死！什么狗屁孩子，还不是个废物！你就旁边有事待着，看老子的！哈哈哈！拉上来吧。你什么时候种出的龙血米啊？血魔子、毒魔女种出龙血米，80分。种的？抱歉，这可不是，这是我从旁边地里移栽过来的。这也行？哼，当然了，我早就发现了，这煮熟的种子根本就不可能发芽。这一关考的就是修饰的圆谎，考的是撒谎。周哥哥，你看楚真和洛红月也没来得及移栽，洛红月甚至连花盆都没了，我看他们的得分只会更低。对，至少还有楚真这个废物陪着我呢。秘境之灵大人，我也种出来了，无花盆不得分。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。不，我花盆还在呢，在这。它自己长着长着就顶破了花盆，就长成那样了。啊，这明显是撒谎啊！这短短10天，怎么可能长成这样？洛红月种出10株龙血米，长势旺盛，满分100分。100分？凭什么？好一个道义圣女，竟然这么奸猾！太好了，相公，你教我的办法真有用。受考验者楚震，请出示你的龙血米。楚震，你的花盆还在，你竟然没用这招作弊。他这花盆里连土都没有一粒了，总不可能再撒谎了吧？受考验者楚震，花盆中无土，0。慢着，既然红月种出10株龙血米能得满分，那我更是这满分的1000倍、10000倍、10000倍！就你这废物！你若是想10000倍得分，岂不是要种出10万株？你就算把这花盆打成碎末，也不可能围得上10万株龙血米。胡言乱语，你连撒谎都不会。
秘境之灵，快判断0分！住口！你们这群蠢货根本不明白相公的智慧。秘境之灵大人，您之前可是说，只要是从这花盆里种出来的龙血米都算，对吗？当然。好，那诸位眼前所及所有的稻田，都是我种出来的。什么？啊？怎么可能？你那一个小小的破花盆，怎么可能种得出来这么一大片稻田？楚震，你这话撒的，一点都不符合逻辑。怎么不符合？这10天里，我把这里所有的龙血稻都移栽进了我的花盆里，然后又把它移栽了出去。所以这里所有稻田里的龙血稻都是从你这个花盆里种出的。哎，这也行啊？怎么不能这样？你大可去稻谷的根下查，每一根稻谷下面都有我这个花盆里带出来的泥土。混账！你简直无耻至极！这是相公的智慧。敢问秘境之灵大人，我的得分可是这满分的1000万倍。楚震0分。楚震呐，楚震，你果然还是0分呐！0分，楚震，这回你倒数第1了吧？秘境之灵大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相公明明就种出了龙血米，为何才得0分啊？此关考验的是撒谎。楚震将龙血米都移栽了一遍，所以龙血米都算他种出来的。楚震并未撒谎，得分0分。这废物，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。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楚震，你自以为自己是个聪明人，实际上你才是最大的蠢蛋。原以为你还有几分聪慧，看来只是一点小聪明。第1关的胜利不过是你的侥幸吧。秘境之灵，是你错了。既然考验的是撒谎，那我更应该得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瞎话都是我现编的。你，哎，你别激动，好好估算我的分数。结果纠正中，计算楚震应得分。哎，别爆炸！楚震种出一大片稻田，得分10万分。太好了，相公！轻松拿捏。10万？你有没有算错？这么高？不行，接受不了！秘境之灵，赶紧给他调回0分。楚震10万分，第1名；骆红月100分，血魔子80分，洛轩60分，周经纬0分。第2关结束，根据得分发放奖励。周经纬0分，无奖励。该死！楚震，要是你这个废物早点把考试的秘密说出来，我也不至于0分。是啊，我这个废物都能发现的秘密，而你却发现不了，那你岂是连废物？洛轩60分，奖励青铜传承力；血魔子80分，奖励黄金传承力；骆红月100分，奖励黑土传承力。这黑土传承令比黄金传承令还高级。楚震10万分，奖励黑土老仙，宝库一座。什么？连黑土老仙的宝库都讲出来了？仙人宝库，其中的秘宝一定比我龙土王朝贵重10倍。楚震，快把黑土老仙的宝库交出来，我饶你不死！要是有真仙的宝库，还管他什么狗屁大人、狗屁政务，老子直接卷着宝库跑路！没错，仙人的宝库太过珍重，一个废物根本就保不住。赶紧献给本太子！呸！你们做梦！楚震，是你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你来啊，怕你？不怕他？那我们所有人一起唱呢！你们来啊！警告：第2关内禁止对其他人出手，违者抹杀。什么？该死！还在第2关的空间内。楚震，不用得意，到了第3关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哼，要是第3关还是禁止斗争，我看你该怎么办。楚震，你想的还挺美。根据前辈的经验，
黑土老仙秘境内有3，虽然每一关都不一样，但一定有一关是武力对决，相互争斗。什么？相公，这是真的。不过以你的修为，对付他们这些废柴，轻轻松松。第2关休息结束，第3关开始。第3关需要在传承殿中寻找隐秘的秘法玉，受考验者之间可相互抢夺秘法玉，时限3天。3天后，所有人抵达出口，未至者淘汰，最终以秘法玉的数量结算排名。果然，第3关允许相互争斗。那太好了，相公，咱们就把他们的秘法玉都抢过来，肯定能得第一。红月，杀气不要那么大。我有黑土老仙的宝库，先看看里面有什么，说不定就有给你治病的仙草。黑土老仙宝库安防大阵竭诚为您服务，每日可随机提取1件藏宝。什么？每天只能拿1件？相公，每天1件，迟早有一天能全拿出来。这个黑土老仙这么缺德，谁知道里边会不会给我们发垃圾啊？不行，我得先拿1件看看。迷幻纱可隐匿气息，遮掩身形，真仙难辨。这是一件仙宝啊！果然是真仙宝库，太厉害了，相公。这确实是件宝贝啊！再加上之前我的那个小雕像，红月，我有一计，能够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第1，而且是绝对领先性的第1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走。该死！楚镇那个废物到底藏哪儿了？来，继续去找。是。等等，周哥哥，何必生气？我们直接去出口等他不就是了？是说，反正最后都要去出口，不如我们守株待兔，不仅能抓住楚镇，还能在最后关头抢走所有人的秘法玉。香儿，还是你聪明，不愧是我的眼内珠。我们走。这仙威赫赫，我好像看过他的画像。这是黑土老仙。看来我们只要守在这里，抢过他们的秘法玉，投进功德箱就好了。香儿，还是你聪明，这下不管楚镇用诡计得到多少秘法玉，都逃不进来。相公，他们真上当了。识相的就把秘法玉交出来，否则死！你，我教，太子大人千万别动手啊！这时间就快到了，楚镇这个废物怎么还不出现？血魔子他们也不在，难道是去找楚镇了？没错。抓到他们了吗？那个废物很能藏，没找到。该死！抓到之后，我定要将他千刀万剐，解我心头之恨。我们替你们找了3件，你们抢到的秘法玉必须得分我们1半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也想尝尝我拳头的滋味吗？你给你们1半的秘法可以，但是等抓到他之后，人交给我处置。可以，但是他的尸体必须交给我们。没问题。香，把秘法玉分他们1半。周太子果然有诚意，这些混账居然都想对相公动手。不用着急，等会儿有他们苦的。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这废物到底藏哪儿去了？他不会是不敢来了吧？该死！这个胆小如鼠的废物，这次要完不成大人的任务。先别管楚镇了，现在时间马上就结束了，我们赶紧分配好秘法玉，投进功德箱里面。秘境奖励不容错过，本太子要投入最多的秘法令，头名。头名那是我的。
把你的秘法玉都给我。可以，但是你拿到头名后，所有的奖励分我一半。好，仙儿，你也这么做。蠢货，你上当了！啥？你们那秘法玉分给了我们一半，可这3人，我和毒魔女在山林里找了不少秘法玉，所以头名我就拿走了。你无耻！不用担心，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有这么一招。你真以为我给你的是一半秘法玉吗？什么？你敢抓我？找死！太子怕你不成吗？不过现在动手也没用了，所有的秘法玉我都投了进去，这第1名当定了。你该死！你给我等着！秘境之良，赶快宣布我便是头名吧！第3关是最重要的一关，周哥哥拿到了头名，奖励肯定比楚镇的好。第3关试炼结束，第1名楚镇。什么？第3关试炼结束，第1名楚镇，36000枚秘法玉。楚镇？啊，不是，你能看到我呀？原来你一直在这里，抢了我的第1名，我杀了你！试炼结束，禁止厮杀。什么？楚镇，你为什么是第1？你们2个废物，蠢材！守了这么久，楚镇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，居然还让他投进了36000的秘法玉。周哥哥，就算你不是第1，也是第2。可惜呀，是第2，不是他。第2名骆红月2枚。没想到在路上捡了2枚秘法玉，竟然得了第2。2枚秘法玉，2枚是第2，为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明明投进去1万多秘法玉，我的排名呢？其余受考验者无秘法玉，无排名。没有秘法玉。秘境之莲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我们明明投进那么多秘法玉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秘法玉无需提交，只需携带归属，便可自动计算。无需提交？那这功德箱是怎么回事？36000枚秘法玉，好像是我们投进去的数量。什么？哎，这是你们自己往我箱子里投的，可不能怪我啊！什么？这是你的箱子？主甲包换。看到了没？这个黑土老仙的小雕像，就是我第1关获得的，想起来了吗？所以说，我们投进去的秘法玉，都算你的了。楚镇，原来是你的阴谋诡计，你给我等着！阴险！你比魔道弟子还要阴险！你能拿我怎么样呢？你3关考验结束，魁首楚镇获得黑土老仙传承，其余受考验者可凭借手中传承令在宝库中换取奖励。警告！警告！程序错误，检测到宝库消失，传承令作废，秘境即将关闭。宝库消失？楚镇，他在第2关就把宝库赢走了。什么？那岂不是说我们来传承秘境，什么都没有得到吗？楚镇，楚镇，你给我等！楚镇竟然还活着！楚镇，我他妈杀了你！住手！周经纬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竟敢对同门出手！大长老，都怪楚镇，他用诡计夺得黑土老仙宝库，害得我们颗粒无收，难道不应该罚他吗？什么？他一个没有修为的人，竟然能得到老仙的青睐，难道他有什么过人之处？不仅天资绝世，而且无缘深厚，
得到老仙传承后，说不定可以解开丹田的困境，开始修炼。这不就是真仙吗？圣子，不必理会他们。没错，圣子现在有什么想做的，我等有求必应。真的，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成亲生娃。那就尽快成亲。等楚真成亲后，整日窝在圣地，想杀他就更难了。不行，得想办法阻止他。只有借助魔女大人的力量了。魔女大人，道一圣地来了个叫楚镇的怪人，此人什么？楚镇？他是不是看上去没有修为，实则手段高强，有各种法宝？没错，您知道他？他竟然出事了！过2天就要在道一圣地成亲了，到时候成亲绝对不行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您吩咐吧。抢亲，我会亲自赶我道一圣地，你一定要帮我搅乱婚礼。我到之前不允许他成亲。是。还有，魔女大人，属下潜入道一圣地3年又3年，如今属下已经当上了道一圣地的太上长老，不知何时才能回归我魔教。知道了，这次结束了，我就让你回来。多谢魔女大人。楚镇，我一定要得到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身为太子却身受重伤，楚镇这个废物却能风风光光的大混？今日我道一圣地圣子大婚，普天同庆。血魔子那个废物呢？怎么还不来？此事关系到楚镇的天赋和我回归魔门，绝不能出纰漏啊！一拜天地，我反对这门亲事。来了！我去，这小子！你是魔门圣子血魔子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就你们那道一圣地的破阵法，还拦得住？出阵！你们这婚事我不同意，结不成。人家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儿，轮到你这个妖怪来反对？你魔门贼子还敢来我道一圣地撒野，你想死啊？想死的是你们！出阵！想不到吧？我来找你了。敢抢我机缘，今日我不仅要杀了你，还要抢走你的女人。哈哈哈哈！抢婚，好，好，好！楚镇，你也有今天！杀人、抢亲，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道一圣地还轮不到你嚣张！你的依仗就是这些老废物吗？很好，不愧是我魔门弟子。这嚣张的派头有老夫当年的风范了。你化神期？怎么可能？你昨天才是金丹，今天就连快2经成了化神？我魔门秘法玄妙，你们不配知道。完了呀！完了呀！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。不！请太上长老斩杀魔头！请太上长老斩杀魔头！太上长老不过就是个老一点的废物罢了，老子一巴掌就能扇死他！哼，这个嚣张的小畜生就不懂尊老爱幼，真以为老夫不敢收拾你吗？本座身为圣地太上长老，不会任由魔门贼子在此嚣张。小贼，受死！受死！
师傅，你，老子就说了你是个老废物，如何？还有谁敢反对我？还是魔女大人的任务重要。我等了30年，才等到这个回归魔门的机会。等老夫回去。什么？连太上长老也败了？楚震，他这么厉害，你赶紧把陆红月交出去吧。别磨蹭了！难道你想圣地因为你这个废物而受到牵连，血流成河吗？楚震，怎么不嚣张了？你的衣裳在我面前也不值一提。大喜之日，人从云端塔落的滋味不好受。住口！在相公面前有什么资格嚣张？陆红月，你跟着这个废物干嘛？不如来我们魔门正魔结合，岂不是一段佳话？就凭你连我相公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就凭这个废物，敬酒不吃罚酒，等我宰了他，你就会回心转意。小子，你竟敢侮辱楚震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别以为你击败了太上长老，你就可以嚣张了。楚震才是我们道一圣地的最强者。对，楚震，你一击就能打碎周经纬的赤龙剑，宰了这个魔界的小魔崽子。对，来吧！区一把破剑，能奈我何？楚震，今日我不仅要杀了，还要抢走你的女人。你怎么这么强，能一剑秒我？相公，太少了。是个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废物啊！这就是来我道一圣地撒野的下场。来人啊，把此子关入镇魔井，择日问斩。我看你们谁敢！你们以为是我自己要来抢亲的吗？这是魔女大人为我寻的婚事，敢违逆魔女大人，你们都得死！什么？魔女？就是那个自上古时期就存在万年的魔女。传说中的魔女虽未飞升魔界，但却有魔仙们赐下的魔气，恐怕连真仙都不是对手。楚震，这样的人动手了，还不把陆红月乖乖双手奉上？没错，就算你再强，也不可能敌得过魔女的。完了，这下怎么办？若魔女出手，我们道一圣地可就完了呀！对呀，楚震，就凭你手中那把破剑，根本就不是魔女的对手。你赶紧把陆红月交出去吧！难道想拖累我们所有人吗？你这个废物，疑惑我又如何？现在立刻把你老婆献上来！绝不可能！不见棺材不落泪，等魔女大人。哈哈哈哈哈！终于来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太上长老，你我当然是魔门的卧底了。今日只要抢走洛红月，我便能够重回魔门，终于不用再装了。果然是你，楚震。属下拜见魔女大人，您的任务我完成了。不错，从今日起，你重回我麾下。多谢魔女大人。魔女大人来了，小子，惹了我，你还能痛痛快快的去死？但惹了魔女大人，你想死都难。魔女，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啊？魔女大人，抢亲的事本来都已经办好了，可被抢的那小子太厉害了，我打不过。你当然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只负责搅乱婚礼，抢亲的事本座亲自。魔女大人，为了帮属下抢老婆，你既然亲自出手，属下之后定誓死效忠大人。帮你抢老婆？能惊动魔女这样的大人物前来抢亲，楚震，你这废物也算是死了其所了。楚震，你赶紧把罗红月交出去，再磕头认错，否则魔女跪罪下来，你将死无全尸。楚震，不要再挣扎了，魔女大人亲临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楚震，要怪就怪你倒霉吧。哼，是谁倒霉还不一定呢。还敢不识抬举？魔女大人，还请您出手斩杀此贼。
大人，你是不是打错了？你要打的人在那儿呢。魔女大人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魔女大人，我明白了，定是楚镇那个废物惹您生气了。大人您亲自出手替属下抢老婆，居然还遇到……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本座替你抢亲？什么？可是不是你说要来抢亲的吗？是啊，抢亲是没错，不过不是给你抢老婆，而是给本座抢男人。什么？给你抢男人？楚镇，你今天必须娶我。我娶你？不是大姐，我们认识吗？所以他们今天不是来抢洛红月的，而是来抢楚镇的。魔女大人，您可是魔道至尊，91魔道少男的梦啊！你怎么能嫁给这个废物呢？滚！本座的事情容得下你插嘴？负心汉，你难道真不认识我吗？负心汉？不是，咱们真的没见过。现在呢，还装不认识吗？你还真不认识。什么？你刚才戴着这个面纱的时候，有种若即若离的感觉，我还不太确定。现在你把面纱摘了，还不如戴上。我确定了，我不认识你。楚镇，你不会连你化身黑土老仙的事也忘了吧？什么？刚才参加的秘境，居然是楚镇留下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黑土老仙？怎么可能呢？黑土老仙不就是从你暗域仙帝的名字里取出来的吗？而且这还不是你唯一的马甲，你楚镇恶趣味强烈，在诸天万界都留下了这样的秘境来戏弄后辈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又留下一块秘境，不知道以后会便宜哪个傻小子。仙帝？不是。好，这些你可以不认，不过我们1000年的感情，你总不能不认吧？当初你嫌仙帝的生活太枯燥，决定自封记忆，重头轮回。现在终于让我找到你，今天你必须娶我。相公，他以前真是你的妻子啊！我真的不认识他。暗域仙帝可不只有我一个妻子，他还有几千个呢。啊！坏蛋！哎呀，来喝酒，尊上舒服。尊上，还有我呢，尊上。楚镇，如果你说我把你在盘灵界的消息给放出去，他们会不会都找过来？别，这样，今天你们2个我都娶了。啊？这还差不多嘛。终于突破到渡劫期了。这当今盘灵界魔道大兴，我道一圣地的太上长老竟然投靠魔道，内忧外患，圣地倾覆在即，祖宗传下来的万年基业也即将不保。幸好本座突破到了渡劫期，接下来我将一举扫除这些隐患，摆平我道一圣地的危机，重振正道魁首的名声。而我洛倾城也将成为这道一圣地的中心之主，名传千古。这前路就算再困难再黑暗，我也不惧。接下来就该到我大展拳脚的时候了。怎么回事？竟然有人在圣地放鞭炮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送入洞房。且慢！圣主，您出关了。这3个人成亲，怎么回事？
这事说来，那可就话长了呀。